索菲亚，借一下口红。擦口红干嘛？选的是有男性气质的女演员。哎，听说这个导演很古怪，可副导演很有趣儿。你们家就住在电影制片公司附近吧？哎，只隔一条街。亲爱的制片主任，这个戏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找到一位天才的女演员。她必须是1.7米以上的个头，要会开汽车，会骑马，会武打，还要会跳舞和谈恋爱，而且要有浪漫的气质和追求传奇的个性。当然，形象要非常吸引人，所以我不敢在本片的利润上表态，更不能盲目的给你签字。你是一个常胜导演，只要你导演，就一定会成功的。啊，不，真是这样，这不例外。这个剧本全靠那位女扮男装的天才女主人公的魅力。导演，倪家驹导演在这儿吗？倪家驹导演，按您的要求，今天把全城1.7米以上的姑娘都请来了。哎呀，好，导演，哦，干尸预备好。哎呀，我已经说过了，不出现干尸。经过初步筛选，现在还剩17位，请您过目去吧。在哪？在体操房。体操房？怎么会在那儿呢？您不是要看他们的本事吗？好吧。你去现场，我去库房啊。啊，下一个，好，王组长，好极了。导演，取景器。哦，哎呀，导演，这都是从库房里找出来的，全都是男士的。赶快让他们换上吧。换上吧。好。导演说了，要看你们的男性气质。这些男装，大家都换上啊！来拿呀！哎，姑娘们，来拿呀！来呀！好吧。如果导演有眼力的话，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有男性气质，用不着穿这些服装。哼，瞧那帽子，还有球鞋。我是索菲亚，怎么能穿这种服装？索菲亚，我还是想换。拿去啊！好，都到那边换衣服去。快去吧，副导演，快点！我缺条裤子。缺裤子？好吧，穿我的啊！很安全的啊！给你，拿去吧，去吧。马拉提大编剧，你这位编剧先生还不赶快去看看，导演正在选女主角呢。情况如何？还不知道。1、2、1，1、2、1，1、2、1，1、2、1，1、2、1，立定，向右转。导演，开始吧。来绕个半圈。来，好，你们看着啊，注意，你们在吊环上的动作是90度，还有10字悬垂，还有哎呀，反正就这样啊，明白了？你来，笨蛋，下去，你，哎呀，下去，你，来，下去，算了，都不要来了。对了，平衡木啊！大家注意了啊，不要说话了，看我的啊！咱们得来张好看的，眼神平衡啊！看见了吗？还有呢，这是绝的，这叫大好！别笑了，你们来！来点绝的！哎呦！算了，下去，你们来！算了，下去，你也下去。算了，你们都别来了。你们会来点什么？会跳舞。会跳舞？看他们的。来。哎呀！不要笑得太开了。对，保持这种程度。请不要逗我笑，是我带你啊，还是你带我？哎呦！我都要出戏了。提裙子。好好司机不当，写什么剧本？这不折腾人吗？写什么女扮男装？
为了票房价值嘛。告诉你，导演就是冲这个人物才拍这个本子的，不然我这个边开车边想出来的故事，没有内容，谁看得上？哎，我跳的怎么样？好。哎呦，我的腿有点疼，对不起。别推我自己！不要导演，我没事，快看看那个姑娘，快去！胶布，快拿胶布来！胶布！哎呦，导演，摔坏了吗？谢谢，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破坏现场吗？你是谁？是他怎么来了？太不像话了！怎么，你认识他？哼，不光认识。你快说！我叫古里帕哈尔，真对不起，不是我要下来的，是他们推了我一把。我们住邻居，认识我，看着我饶不了你们。导演，他也会跳舞。对，让古里跳一哎，你不回学院了？考完试了，分配工作还早着呢，我回家了。真后悔。导演，我不会演戏，不过刚才那些姑娘们的那些动作，我可以做一些。如果你没有生我气的话，我可以给你做。我没有生你的气，白克力，过来，你带他去做。好的，导演，你的头。我没事，这个我来管。好嘞，先来交还。导演，他的个头最多只有1.6米啊！哎，剧本是可以改的嘛。哦，对，剧本可以改嘛。好，太棒了！好，注意，像我一样，对，太棒了，再高一点，大家鼓掌，大家鼓掌来，好，快，再拍一个，好，太好了，不错，好，鼓掌，太好了，太好了，鼓掌，嗨，好，漂亮的阿姨，姐姐让你回家做饭。好，我马上就回家。古里，你过来。去吧，来，来了，他来了。你告诉我你是谁呀？我是他的保姆。你为什么当保姆啊？我生在农村，12岁父母就死了。12岁就当保姆了？是的，不过叔叔阿姨把我当女儿，什么都教我。叔叔阿姨是谁呀？阿里夏姆和克里木。是他们家，怪不得呢。索菲亚姑娘就是你们家小姐喽？索菲亚呢？索菲亚，小姐，衣服我烫好了。放那儿吧。哎，耳环呢？哦，给您。我去招待客人了。哎，别忘了，一会儿过来陪我去见他们。好的。虽然他的祖辈都是农民，可是他却有着很高的艺术天赋，看什么会什么，连我跳过的胎丝舞他都学会了。他呀，聪明好学，胃口不小。他经常到我们武术队的练功房去学基本功。几年下来，他学了不少东西。我来帮你。谢谢，我自己来，你请坐。高难度的横跳翻滚动作也学会了。还有一股男孩子劲。哎呦，对不起，你接着说哈。
我们正想给他找个机会让他学习一下，使他成人。太好了！哎，是啊是啊，他有艺术的天赋，又有艺术的熏陶，不能不承认熏陶的重要。这是我的支持者。哦，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好，再见，我们告辞了。再见，再见，再见。索菲亚，快起来，客人要走了。我父母的话也太多了。快，你走前面。看看我怎么样？挺漂亮的。导演，这是我们家小姐索菲亚。哦，我们昨天见过。再见，再见，再见啊！再见了。送送，走，一块送送客人。主任！哎呦！慌什么？对不起，主任，只要能找个新的保姆代替孤立，肯定比找个大演员定6倍工资省钱的多呀！是这样的。再说，孤立姑娘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她是一朵花，一片绿叶，一泓清澈见底的不跟她缺水。哎，真是太好了。导演，你好，你的衣服真好看，是阿姨特意给我买的。孤立，带演员进棚试镜头。好的，告诉摄影师要尽量暴露他的缺点。好的。化妆师要在现场，对，尽量弥补他的缺点。就这样。好的。姑娘，咱们走吧。走。哎，导演，真就定他了。厂长很支持这个选择。我的导演，他会开汽车吗？会骑马吗？你们那些戈壁草原、南北疆的风情，他见过吗？还有传奇浪漫的性格、冒名顶替的新娘子。离开机还有2个半月，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对，让他到南北疆去体验各种传奇的生活，他一定会成功。导演，主任，我申请让我陪孤立下去。我也用不着申请，这次啊，破哥，你还有穆拉提，你们俩陪他下去。你们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条件，让他体验那些冒险生活的神秘感让他时刻记住，他演的是一位女扮男装的西部传奇的天才明星。你放心，导演，我让他女扮男装，天天晒太阳，天天要多多想办法，还要多多支持他自己的意见。剧本要根据孤立的条件和他这次体验的情况再做修改。我们的剧本要贴近演员。放心吧，导演，我理解您的意思，我一定为孤立再狠狠地改一稿，让剧本变成孤立。想不到的机遇来到了，我渴望冒险传奇的生活，神秘的征程在我面前展开，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摩托车！我先骑给你看看。不，还是我自己试试吧。不行，万一摔伤了，戏就没法演了。还是我骑车带着你吧。副导演，让我自己骑吧。剧本里有我骑摩托车飞奔的镜头呢。你只要能找到在摩托车上的感觉，能拍个近景，特写就可以了。飞奔的镜头请替身演员啊。来上车。什么叫替身呢？替身呐，就是替你完成在摩托车上飞奔的运动员呐。那怎么行啊？坐好了。你怎么没上车呀？当运动员演。瓦力斯！完了！
瞧，这个水坑是不会往下陷的，这完全是你的心理作用。快点起来！起来呀！还真见鬼！副导演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都。别，我的脖子痛！让他泡泡吧，好好冲洗一下，上去吧。哎呀，谢谢了。哎呀，孤立练车的那个红车在哪儿？哎，在后面了，你看。哦，你请上车，以后再帮你好好的练摩托车。我叫瓦里斯，你又忘了？哦，对，瓦里斯，新改的名字啊。对，你走吧。好。放心吧，小伙子，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3天就让你把车开上山去。我已经够了腻了，你们谁也不要再管我，我要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坐下吧。父亲、母亲，我和男朋友约好了1个月以后在河间大伯家里见面。你现在去哪儿啊？男孩子锻炼男子汉性格，我们女孩子也是锻炼女子汉性格。再见。拦住他！索菲亚，波丽娜，联系好了吗？电车联系好了，是个大卡车，不过司机同意我俩坐在驾驶室里。明天4点出发。4点行吗？好，行，只要有车就行。太好了，走，去看特效电影，熬到4点。对，现在开的相当不错了。对，急转弯，开稳点儿，稳着点儿。哎，这回从左边过，过来。哎，左边不对，哎，左边怎么搞的？这丫头是个刺儿头不听话，哼，有个性，好啊。瓦里斯，休息会儿好吗？哎，我们一起喝点饮料好吗？吃点东西好吗？啊，好，快把车开过来。对，好，快过来。哎，对了，好，瞧啊，多听我的话呀！停！停！好，快把东西拿过来。哎，好，哎，好，快把东西拿出来。给。这是一只鸡大腿，瓦里斯，是男孩就大口咬着吃，还有天吃啤酒啊！来，给你。我不吃这个鸡大腿，我要吃这个羊腿。羊腿，来吃。吃吧，吃。哦，我去拿鱼罐头。好。副导演，翻过这个大坡，是个大山沟吗？是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山沟，那还有一个宾馆呢。下山沟的路一定很陡峭，是吗？那可不，还有16道弯呢。哦，16道弯。今晚我们就下到山沟里住宾馆，让你体验一下那里有多么的宁静。我小时候不吃鱼，这鱼真是好东西。不好，编剧让鱼刺卡住了。快！嗨，别紧张。嗨，大口的吞米饭，再大口的喝啤酒，保证没事。好，快给我吃！再给我点吃啊！口袋，好，钥匙，我开呀！快！亲爱的父亲，你快送我到医院开刀吧！快呀！天哪！开下沟了！什么？路刀！危险啊！瓦里斯，危险！上车！那钥匙呢？钥匙哪儿去了？是你扔哪儿去了？哪儿？
子汉，时代的宠儿，好愤怒，好潇洒。风酒里呀不陶醉，只问小家庭不美人。男子汉抱团养生不渝，男子汉懂得地上苦练，令不让的回回重视，阳光豪爽好奋斗。阳光豪爽好奋斗，强悍坚韧好潇洒，男子汉男子汉好奋斗好潇洒。来推车，好，好来，快点，来啊！1、2、3，加油！往后面推，你是谁家的少爷？不想活了吗？你可真有本事，把车开出公路。想去见马克思啊？太阳都快落山了，你一个人到这儿干什么？还掉眼泪呢？有没有执照？那还开什么车？我看应该把这个司机送到公安局去。对，送公安局，走啊，上车，上车吧。走。哎，吓坏了吧？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你这么个小冒失鬼，真够疯狂的。走，上车。上去。你是跟他们一起来的吗？你叫什么名字？自我介绍大名：卡提利克江，现年22岁，身高90公分，是大家的一位优秀助手。哎，汽车来了。华丽斯，快停车！啊！天哪，你怎么把车开这儿来了？就是。哦，哎呀，车下过沟了，这太危险了。是，就算一次体验冒险嘛。不过得感谢他们，不然。谢谢朋友们。我的这个弟弟有点不听话，不过不要紧。我妈妈我妈妈要他锻炼这个勇敢勇敢。所以啊，我要是你，就狠狠揍他。揍他？谁敢揍他啊？他是我妈妈的心肝宝贝儿，宝贝儿啊！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6个男子汉都是博格达民俗民情考察队的，这位是我们的队长阿布里子。昨天我们在山顶上画了雪莲，今天要在山腰下画松树。你们这个队全是男的？要女人干什么？这是我们男子汉干的事儿，不需要女人来参加。女人有女人的事吗？你们不也一样都是男子汉吗？衣食住行多方便呢啊！对，我们该下山了，勇士们。咱们的多多兄弟一定在等咱们回去呢。对，走啊！他们的生活真浪漫呢。他们哪有我们浪漫传奇呀？再说了，他们是一群不喜欢女人的坏家伙，不值一提。
好潇洒！你是个女人啊！我们的歌声把女人给吸引过来了。海皮利克酱，去，别让他过来，让他走开。嗨，多多，你的声音很难听，别叫啊！卡提利克酱，你冒失的家伙，你们也下来了？刚才好像有个女人的声音。是个小丫头，我把她赶跑了。女孩子胆小，真没出息。我们这个队就不要女孩子，专门去能锻炼男子汉性格的地方，真过瘾。你们队长也在唱歌吗？弹吉他领唱的就是队长。卡提利克酱，跟谁说话呢？快过来跳舞啊！快呀！好嘞，你也是男子汉，跟我们玩玩，交交朋友，不然就没机会了。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就要去北疆了，走吧。你们的队长不会再骂我了吧？万一他要骂你，就别吭声。疯狂的冒险鬼，来跳舞！到底够疯狂的啊！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来这山沟干什么呀？走，不跳了，喝水去。走走，来呀！来，接着，给喝饮料。接着，现在说吧，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是来体验生活的，准备演一个电影里的男子汉。就你这样还演男子汉？看看你这脖子，这细腰。中国男子汉的形象，全让你这样的奶油小生给歪曲了。哎呦，看看这双手吧。哎，我这手怎么了？练功练的呗。来吧，就请哥们们看看小弟的功夫。来呀！有两下子，上！哎呦！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怪不得开上汽车直往山下头冲啊！够男子汉。不过以后可不能再冒失拿生命开玩笑，懂吗？队长，让这个冒失鬼开开眼界怎么样？对，走，好吧，小男子汉，就让你了解了解我们这些大哥哥。走吧，啊，来，走。这是北疆的液体宝石，是一个没有被人类污染过的天湖。明天凌晨5点，我们将向这个目标出发。这里是南疆的金色海和活色原野，这就是古斯道，这是城镇乡土，这是我们祖先生存的地方。我们要在这占全国1/6的神奇土地的闪光点上留下我们的足迹，吸取生命的力量。怎么样？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啊，他要体验生活，演电影。你呀，如果真跟我们走完了这些路，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汉子。哎，对了，现在的你呀，太嫩。充其量不过是个会翻跟头的杂技小生。就是，你那位哥哥呀，女了女气的，越跟他走啊越糟。你离开我们之后，一直跟那帮粗野的男子汉在一起。是的，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我体会到，他们有一种男子汉的吸引力。说下去啊，说吧。我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和我一样大的说下去。没关系，说下去。我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和我一样大的男孩子在一起待过。我发现我挺喜欢他们的，特别是他们的队长，他会唱歌跳舞，他真好。那我们呢？我们不也是男子汉吗？你没有听过
我的嗓子也很不错，我也会跳舞，我们就不好了？啊？哦，当然，我也挺喜欢你们的。不过，队长的名字叫什么？阿布利子。大编剧，你记这个干什么？有用。请问顾里小姐，这个阿布利兹队长跟你说了些什么？请你把他的原话告诉我，包括他的表情、神态、动作。他看了我的表演后说：“你真有两下子。”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哦不，他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哎呦！请说清楚，他到底是拍你的肩，还是摸你的头？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他拍了我的肩，也摸了我的头。当时我说不出什么感觉。又摸人头，又拍人肩，这叫什么男子汉？真无聊！哼！穆拉阿提啊，你记这些干什么？太精彩了，亲爱的副导演，我这个剧本里又要出现新的重要人物了。哎，你们俩说下去啊，说下去。等，副导演白克里累了，要睡觉了。再见。嘿，大副导演，门在那边啊。我跟你们在一起，浑身憋气，没有浪漫，没有传奇，好像也没有男子气，请你们别生气。我跟那帮男子汉寻找浪漫传奇，到时候再来听你副导演发脾气。再见。还不讲话？人怎么了？哦，对不起诸位啊，对不起，我组织无纪律。我要去找到那个拐骗我们演员的阿布利兹。扭送冠军，有趣，情节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封信由我保存吧。拿去。他们是不是发现孤立是女孩子？不然他们之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如果真是这样，就糟了。他们一定会相爱。我们就带不回他，那怎么向导演交代？我们快出山，必须跟踪这场精彩的好戏。快找到他们，在他们的周围埋伏下来，悄悄观察情态的发展。太棒了！要靠近他们监督，一旦有出格的表现，立刻把阿布利兹抓起来，把古里带回去。现在重要的是要尽快找到他们。快一点！
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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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不是，不是。哦，你看，那有什么眼睛？你看，你看。你请吧。胆小鬼，来，我拉你一把。你看到了，你看的。我们俩真像这个眼窝里的一双黑眼珠。如果你是个姑娘，男左女右，咱们就是一对情人了。哎，你谈过恋爱吗？谈过。他是谁？是我过去的学友，也是南疆的老乡。他直接去和田了。就是因为你们是男子汉行动，就没有带他来？也许吧。到了和田，你就见到他了？也许吧。也许吧，又是也许吧。哎，朋友们，听说男子汉要赶路，所以走了。是呢，哪有不领情形的客人呢？是啊。啊，又来客人了。朋友们，我们快迎接这批客人吧。哎，咱们把帽子戴上吧。好，快点，快。姐，欢迎你们！刚才的客人有急事走了，你们一定要坐下来。刚才的客人啊，他们在哪儿？哎呀，随便吃两个，随便吃。请过目，谢谢。哎呀，请坐下。哦，请问姑娘们，刚才的客人是不是一群男人？是不是一群可爱的男性同胞？是的，一共7个人，还有一个小个子，有一个是哈族。啊，对呀，一共是7个人啊。对，是7个人，就是他们一伙，快追他们去，走！不行，今天你们不能离开这里，维族同胞到我们草原是贵客，我们大家一定要留住你们。你们的事情明天再办吧。瞧，火已经烧起来了。你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抗俄将军。我可饿了。请吧。啊，谢谢。真是，马上就要追上的人了。你以为我不饿？没事儿，明天就下山，不要追了。哎，他们的下一站一定是南疆，这是旅游规律。我们应该靠近他们。现在这样失控了。哎呀，应该给孤立一些条件，让他在他们中间站住。真漂亮！哎，来，快吃啊！又来客人了啊！真的来了！快点儿，菲亚。这是那位没有给导演看中的姑娘索菲亚。咱们躲开吧。躲什么呀？男子汉嘛，应该迎上去。我不去啊！你们好啊！真是巧遇，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出远门锻炼，见世面嘛。帮我拿下帽子好吗？好的。你们是电影厂的吧？这不是副导演吗？你好，苏菲亚姑娘。你们上哪儿？如果你们不见外的话，你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欢迎吗？欢迎。哎，你不是有汽车吗？这个车，你问他问他。你不就俩吗？前面是一个斜坡，下去一掉头就是月亮神千佛山，那儿有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同学，他是个汉族，叫王凡。咱们既然经过这儿，就去看看他，看看那些佛洞，怎么样？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怎么生活？为了事业嘛，据说他还结了婚，生活很艰苦，但很幸福。哦，原来泰凡是你的笔名啊！这么说，我在许多中外刊物里都看见过你的作品。是吗？
如果提前知道你们来的话，我们两口子一定去千女泪泉接些老百姓所说的圣水给你们洗尘。不过没关系，我爱人王芳的弟弟是酿酒厂的工人，昨天送来几瓶好酒。对，在这儿。老同学，这几年我也喝酒，是吗？是2瓶好酒。我爱人既是我的助手，也是同行。大家一定饿了吧？来，来，坐吧。对，拉一下。哎，好，好嘞，坐吧。哎，坐，请坐。把酒打开吧。来酒。喝吧，别客气。来，吃吧。马上。来，马上。谢谢啊。小伙子，你不吃点饭吗？这是谁画的？画的是什么？这是我爱人在千佛洞临摹的壁画。真美呀！这女佛像是在舞蹈，她的眉毛、眼睛，真像我们家小姐索菲亚，是吗？瓦里斯，走。进去吃饭。哎，走吧。去喝酒，为你塑造西部男子汉的阳刚豪气，来喝一杯。干杯！来，兄弟，我们这个队规定，如果全体立正向谁敬酒，谁就得连喝3杯。对，全体立正，干！ 3杯酒的第1杯你都不喝，喝吧，男子汉3杯酒没问题，多了不喝。来，好，我喝。好，好，再来一杯，再来第2杯，来，最后一杯，好样的！来，喝，第3杯，我有话说。王凡大哥，像你在文章里说的，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对，我也要在月亮神千佛山里发现比藏经洞还要神秘的活动来。我还要去看泪泉，找到那个会流泪的眼睛。走开！慢点，怎么了？别紧张，别紧张。不是活动，等着，我以后来挖吧。别过来。塑料透没关系。下来吧，干什么去？你到哪儿去？瞧我男子汉的。别说话！哎呀，上山去了。他是去看活动了吧？糟糕，3杯酒就醉，没有酒量。去看看。走，看，他上后山活动了。我要上千佛洞，我要上到最高的洞，我要上最高的洞。小心点儿！那可太危险了。没关系，最高处的佛洞前也有平台。走，我带你们到东山佛洞。快走！接着你们都不敢上啊！我有点怕。
导演在电话里听说让他去体验，相信他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会不回来的。哎，别这么急躁。他现在肯定在这个地方。不过，既然城里的宾馆招待所都没有，或许他去下面了。对。刀子太贵了。你要干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不要。下面也没有，他们可能已经到喀什了。我们去看看吧。你们可回来了！你们再不回来，就要误了我的大事了。是吗？那什么大事啊？走到餐厅，餐桌上再说。谁掏钱？到餐桌上再说。他是要我们掏钱啊！我只吃碗汤面。请吧。撤吧。今天的饭是我请客。怎么这么多呀？我以为你要请多少演员来，请坐，请吧。这饭是我请客。第一，我有了喜事儿。喜事。第二，不能白坐你们的车呀。顺便搭车，没什么。就是，请问是什么喜事啊？今天闲着没事儿，我跟和田通了电话，伯父说那里正在拍一部大型电视剧。古丽娜，坐。请坐。坐，别客气。那个电视剧的导演真有意思，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照片，决定请我扮演女主角，让我明天到喀什，摄制组派车来接我。太好了。哎呀，祝贺你啊！恭喜！干杯！这是我和田伯伯家的地址，我们认识一场不容易。你们如果到和田，一定到我家做客。到时候我会把我的男朋友介绍给你们，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队长，他们追来了！你看，别乱动，快点，受不了了！从这儿来，快走！哪儿了？在哪儿了？快追！快点下来！大家放开！阿布里斯哥跟我这儿走。咱们走这边。这边。听我的，走这边。他们来，快点！他们来！坐好。真好呀！快点！快进去！太好了！对不起。那边。他们走了。亲爱的姑娘，给我一口水喝吧。您找谁？对不起。往这边跑了。
边。预备，哎，起！等。这一带的胡同我都很熟，刚才那条胡同很长，够他们跑上一阵子的了。我们走这边怎么样？立正，齐步走。老弟，你怎么在这儿啊？阿布利斯哥，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在这儿？您好，你好，今天是我大哥哈利克的喜庆日子，婚礼正在进行。哦，吴帅，这真是太巧了，赶上这么个好日子。阿布利斯哥，这个大嫂特别漂亮，还特别喜欢我，她还是我的领导呢，是吗？阿布利斯哥，你来，干嘛？未来的影片中，我还要扮演一位男扮女装恶作剧的新娘子。哎，既然你跟这家这么熟悉，你能不能帮我体验一下？这你也要体验？我可真想象不到，你到底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呀？你也可以欣赏一下我扮成新娘是什么样子吗？啊，就你这副样子，非把新郎吓跑。哎，我去问问啊。跟你嫂子来个吊包结，咱们在婚礼上给她穿。快！哎呀，摩托车声呢？这是一条死胡同，人家回家了。死胡同？哎呦！怎么了？哎呦！你说呀？鞋没修好，钉子都捅出来了。来，给你，糟糕！哎呀，糟糕！别着急。既然是一条死胡同，那就尽管追，堵他们跑不了。梅丽卡，你要记住，我们的婚礼是多么的热烈呀！嫂嫂，坐了半天，一定累了，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可以上楼休息一会儿。去吧，快点回来啊！你不要去了啊！好吧。好，嫂嫂，帮我念一下吧，我念不下来。这信太长了。好，嫂嫂，这可是我的终生大事啊！坐。你也有女朋友了？乌舍尔同志，关于我和你的关系。欢迎啊！我们是电影厂，非常想看看你这房子的结构啊！对，就是这个房子的上上下下啊，左左右右。还有这个里里外外，谢谢谢谢不能哦，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去叫个人。我现在谁也不想见，只有嫂嫂你才能理解我。你要真是个姑娘，我马上就跟你结婚。一进新房，空气一定紧张，你别声张，我们会很快想办法把你从新房里换出来的。这儿还有间小屋了，来，快啊，快一点！快点，给他盖上，出去吧。
哎，行了，哎呦，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走进这个死胡同。哎呦！又换红衣服了，红衣服好，红衣服好，红衣服好。哎，请客人们注意，瞧那儿，下一项，请新郎新娘入新房。亲爱的梅里克，让我揭开你的面纱吧。我们是现代青年，老戴着面纱干什么？折磨我了，现在哪是跳舞的时间呢？既然你跟我进了新房，我就要揭开你的面纱。你在等谁？你到底在等谁？来，快点！你放这儿吧，放这儿。嫂嫂。你妈妈送来的嫁妆，忙忙碌碌忘在外边，没抬进来。哥哥，爸爸有句重要的话让我告诉你。走，啊，哎，走吧。哎，快打开，快！这下好了，快开开箱子。快出来！可把我憋死了。小心，慢点，慢一点。再不来我也憋不住了，谢谢你的合作。我今天真像是在当演员演电影。这个箱子太重了，耽误了一会儿，真是对不起啊！谁让你体验这么一个角色？快点进去吧，快点，快点！没事。快，盖上东西啊，慢点，盖上。对，这样很好。快，开始。爸爸的这些话说了多少遍，我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就好。弟弟，我怕你今天高兴给忘了，让爸爸生气啊！我什么时候让爸爸生过气？你说，谁不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孝顺的儿子？你们说，哈里克，别忘了，这是我们的新房。新房。嫂嫂，这个箱子还没有安锁。哎，抬出去，对，抬出去，轻点。哎，快点，快点！哥哥，你们，难道刚才不是你呀？别问了，这是你弟弟导演的一场恶作剧，以后再详细给你讲。哎，妈妈，我回来了！哎呦，我的儿子回来了！妈妈。啊，妈妈！好儿子，你可回来了！你好，表哥你好啊，你好！哎，这就是我亲爱的妈妈。你好，这是我的小朋友。哦，你好，小伙子，欢迎你呀！好儿子。哦，索菲亚天天都在等你回来，她现在很忙啊，每天都有人请她吃饭。她像是参加了一个什么电视剧，我瞧她。
好。你好。我穿的是我正在扮演的角色女侠的服装，有气质吗？真漂亮。电视剧导演根据我的推荐，让我这位朋友扮演我的侍女，还有这位新朋友扮演国王陛下的夫人皇后女士，还有你这位表兄弟，扮演国王陛下。真见鬼！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队长。我还是先回去收拾一下我们的行李，你安心在家待一待。回来不行，咱们不是说好了要看看我的家，认识一下我的母亲吗？他是谁？我的助手。这小子大概就18、19吧，正在度过危险年龄时期。这种小孩动不动就出走什么的，我看他也差不多。你哪儿也别去，就待在我的身边。吃完饭咱们一块儿回去啊！你不住家里？我们太忙了。好，那就进屋吧。你要明白，我是你家的客人。对，都请进屋吧。你请。您请。到厨房去。那好，请吧。走吧。怎么了，小伙子？对我家的照片感兴趣？来，坐下看相册吧，我来给你介绍。来，坐下。给你。这是我小时候，那是我父亲。阿布丽斯，你抬头看看这些花。我是为你准备的。挺漂亮。是吗？我看你瘦了，黑了，路上很辛苦吧？是吗？瞧瞧这个小兄弟，刚出来的时候像个大姑娘似的，现在已经像个男子汉了。你说说，男子汉，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呀？跟我这一趟苦不苦啊？说话呀！哼，男子汉，男子汉。把家和亲人都忘了。这张照片是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拍的，这就是长城，你看。干嘛去？队长，你们谈吧，我到外面把阿姨干点活。回来，你给我坐下，我的傻小子。吃点水果、点心，吃点糖果，喝茶。我们2个人的谈话没有什么秘密。坐着。那么请问什么时候到我大伯家？今天他们可是等着你呢。今天？不，请你原谅索菲亚，这次恐怕不行，以后再说吧。阿布丽兹，看你这双眼睛。你好像变了，你心中没有我了。是吗？不，我一直就是这样。哼，这小子呢？瓦利斯，阿布丽兹，他对你就这么重要？哼。是的，请你原谅，这小子太任性，他还是走了。真怪，我现在就是离不开他。妈，我和那小子晚上再来陪你聊天，我们今天晚上住家里。请等一等，这是我的朋友。你的朋友，对，来，你请进，来，坐这儿。好，坐这儿。里面好，来呀，你不过来。别不好意思。来，谢谢。你的情况，索菲亚都跟我们讲了啊。现在的时代，在外面工作的青年人，父母不在身边，自己的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老婆子，我看
这个小伙子也去。我说别，老人说话时别打断。哦，可我看他们又没说你的名字，你多些什么？看我这个多好！这是我送给你的姐夫，这是我送给你的姐夫，喜欢吗？姐姐回来了姐姐你回来了，姐夫真好，别瞎说。你们来了来了。索菲亚，我们来看你。这个按地址一找就找到了。这气氛好像有点那个，真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的？索菲亚，你们是现在青年人，我们是现在老年人，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有什么呀？这小伙子我们也看上了，你的眼力不错呀，这小伙子是个非常好的年轻人呐。不，大伯，我不是，我不是，你听大伯说谁？不要我心思嘛，刚才已经讲了，我不是。大伯别说了，你快去。小伙子，快去！快去！快去吧！好，去呀！我这就去。去吧。我们又见面了。是啊。你本子写的怎么样？将来写出来了，先给你看。索菲亚，对不起，你伯父伯母误会了。请问你的男朋友在哪儿呢？哼，别提他了。怎么了？出事了？将来回去了，我请你到我家来，再告诉你结果。谁让你来的？哼，这两个娃娃又不是送给你的。哼，瞧你瘦了吧唧的，再长2公分，2公斤，才配坐到这儿来。其实再长2公分，胖2公斤，对我来说是这个嘎嘎的事情啊！副导演，孤立，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是在找我们吧？分手快1个月了，也该回去了。孤立，把你的经历跟我们讲讲，一定会非常精彩。你们住在哪里？我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快上车吧。明天进魔鬼城，可惜少了那个冒失鬼。没了他，就好像少了什么一样。他的体验还有半个月呢，怎么就离开我们了呢？队长，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呀？嘿，过来。我总感到他有点什么不对劲儿。不对劲儿啊？说说看，什么地方有什么不对劲儿？你感觉呢？队长，去找找他吧。对他的体验，我们还没有彻底检验。他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划句号。到哪儿去找他？那个副导演一定把他带走了。队长，干脆出去玩玩吧。孤立，快回屋收拾东西。就这样回去了。走下去，走。说过几遍了，那帮野小子早丢弃你走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南疆地方大，我和姆拉提带你去完成最后的一页。该汇报的昨晚孤立都汇报了，我看他
他跟那伙人的戏还没有发展到高潮，比如，至今他们还不知道郭丽女扮男装的秘密，还是把他送到那伙人那里好。白克利先生啊，今天我们舞厅来了许多外地客人缺少女舞伴请你们这位小姐来跳跳舞好吗？好我去，请从好。快点，小姐，您迟到了啊。天空不再是那种美丽的颜色，难道是别离在我心中留下过痛？这样的伤痛你不会懂，这样的感觉不能说，不能说。给你票，领花好看吗？请。副经理呢？啊，没看见，把这放好。好的。嫂嫂，我哥好像上去了。去看看。站好。你们坐下来，坐下。来，好。你们干嘛坐着不动？我们跟你们跳舞好吗？我们的头不高兴，不能跳。为什么？这不能说。对，不能说。不能说，因为我爱的那么深刻。不能说，我不想挽回你的冷漠。不能说，因为我爱的那么深刻。不能说，就让泪水无知地滑落。再是那种无邪的清澈，难道是别离在我心里化为折磨？这样的伤痛你不会懂，这样的感觉不能说。不想挽回你的冷漠，不能说，因为我爱的那么深刻。不能说，就让泪水无知地滑落。不能说，因为我爱的那么深刻。不能说。
你唱的太好了，祝贺你。你是谁？能告诉我吗？可以呀，那还用问？我是一位可爱的少女。小姐，你为什么不跳舞？我在等我的男朋友。如果你想跟我跳，我可以陪你先跳，来吧。请。咱们先走吧，咱们去拜拜。哎，那我呢？小姐，现在可以跳了。跳舞，小姐。哎，小姐，请坐。哎呦，还是让他们互相认识算了吧。哎，现在认识太早了，没戏。我看还是让他们自己识破，那才叫好戏呢。不，我绝不。你快回来吧你！哎呀，别去！哎呀，别去了，赶紧快啊！哎，小姐，另外帮个忙。哎呀。小姐，你的眼睛真漂亮。哦，是吗？人们都这么说。是的，你很像我想象中的恋人。那么，你现实中的爱人在哪儿？不知道。你的那些朋友干嘛都呲牙咧嘴、躲躲闪闪的？他们都很怕你吧？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我们住的地方很远。干嘛不住这个宾馆？条件可好了。是吗？哦啊，门口有顾客找我这个副经理谈生意。等一下，嫂嫂，我们还是下楼对一下账吧啊！哎，我的男朋友来了，对不起。想了吗？朋友，我就是那个男扮女装的新娘子，还记得我吗？啊，你是阿布丽兹的小兄弟吧？啊！哦，我上当了，原来你是个男孩。哦，对不起。嘿嘿，你可真能唬人呀！哎，我现在正在跟你的朋友阿布丽兹演另一场戏，这回你要扮演我的男朋友，你表示很爱我，要做得很像，明白吗？我很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如果真是个姑娘就好了啊！需要我嫂子帮忙吗？需要，当然需要。你的任务有2个：第一，问清他们的住址；二，要掩护我，让他们认不清我是谁。好，放心，我一定会做得很真实，因为我不会表演。啊，吴帅，阿布丽兹哥，你好啊！吴帅，你好。哦，见鬼，这是新娘，怎么会在这儿见到你们？上次在婚礼上只顾帮你忙，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哥我嫂子承包的这座饭店和舞厅，啊，这是我的小恋人，刚从上海学习回来。她的眼睛真美。哎，朋友，来，你上次把我关在箱子里，差点憋死。很高兴见到您。我们2楼还有空房间，赶快住下吧。哦，不用了，我们已经在展览厅住下了，方便工作。谢谢了。哎，你不是答应我看看我买的西装套裙吗？哦，对，还有长筒袜、羊皮鞋和意大利小洋帽。啊，咱们下楼吧。阿布丽兹哥，再见。再见。这笔生意又谈成了。哎呦！
哎，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对我这么好，我应该告诉你我是女孩。那我挺喜欢你的。哎呀，我已经有爱人了。是阿布丽兹吧？你为什么装假小子，不让他知道呢？我不能说。啊，真有意思。我可在边上没事干。哎，华丽丝。哦，华丽丝，你回来了吗？哎，我醒醒。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挺神气的哦。你们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把我都给忘了吧？哦。这个孤里，这个变成了一个野小子，神出鬼没的不说，一见了那帮小子，马上就不认识我们了。他们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们不是也很有吸引力吗？啊，这也难怪，从小就当保姆，没见过世面，没见过同龄男性。他现在的感情是一发不可收。人嘛，是非常自然的。哎，穆拉提，电视孤里哦啊！观众朋友们，这是电视连续剧《女侠》剧组在魔鬼城的拍摄现场。富有戏剧性的是，扮演女侠客的演员因为没有认真排练而难以胜任她的重场戏。正当影响整个戏的完成时，出现了一群神秘的小伙子。他们给导演推荐了自己的伙伴。就是这位英俊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瓦利斯。他将男扮女装当替身，完成一场歌舞加武打的重场戏，一定会非常精彩。当然精彩，她本来就是女的嘛，本来就是舞蹈明星和武打教练的好学生嘛。这部电视剧是女导演独立导演。魔鬼城这个地方我知道，是一片红色的山，车可以开进去。走，我们也到那看看古里扮演的女侠有多么的潇洒。啊，我关心的是他们推荐孤里演女侠。这里有情况，至少他们从孤里身上感觉到了什么。快走，赶快到电视剧拍摄现场。对，太棒了，小伙子，你完全可以使人相信你就是一个天才的女侠。太棒了！导演，副导演这个替身比演员矮了10几公分呢，小了好几圈啊！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意图，在我的戏里，观众根本看不出演员的大小。你要充满自信，你就是我的女侠。追杀这场戏就在山沟里拍，舞就在那个台子上跳。追杀一开始，你就先杀死国王。当然还有王后，杀！好，然后你就跳上飞驰的白马，之后小车追上了你，你就拼命的跑，还要巧妙的躲过从身后飞来的弹。前面有8个蒙面人在拦路，8个。蒙面人呢？蒙面人哦，我还没8个人呢。导演，到目前为止，8个蒙面人只有我和我老婆啊。导演，我也可以演男人吗？太棒了！好，你可以演男人，那么我就要请你们俩立即给我找到剩下的6个人。如果耽误了我的拍摄，我绝饶不了你们。快去！导演，这儿全是石头，哪有人呢？找到石头也可以嘛。当8个蒙面人拦住你的时候，你就大打出手，从马上打到马下，打过来，打过去，打的时间越长越好。明白吗？明白了。好，太棒了！好，演员上台，演员上阵，快点！好家伙，你这个场面可真不好玩。就是，这哪有人呢？你看来人了，朋友，帮忙演个角色吧，实在找不着人了。演什么？
演8个蒙面男子汉。只要你能演这个角色，你就能进现场了。来，换上，来，啊，是吗？开始。我到哪儿啊？过来，过来。看这个非一日之寒，太棒了！是啊。快看别出戏！你可别真把我刺了！别怕，这刀是假的。这女侠怎么这么矮呀？她是替身，你快死！她为什么要刺我？导演说了，我就是女侠，快死了！女侠看王子来了！王子，太棒了！放箭！他骑马恐怕不行，他没好好学，是匹黄马，是一匹烈马，是吗？该咱们上场了吧？等等，等一辆小白车出现以后，我们好截住他。哦，他在那儿。前边路太窄，过不去，快掉头！这是怎么回事？哎呦！他们也演戏吗？是的，我们还要和他们开打。好啊！哦，那太好了，正想跟他们碰一碰呢。准备好？好，太棒了！停下！停下！站住！站住！你们是百万富翁和他的保镖吗？回合留下买路钱。买路钱？我们怎么成了保镖和百万富翁呢？你看，看，少啰嗦，交出来！对，快交钱！快点！不然，不然就放你们的血！对啊，放我们血，放我们的血！你们敢！回来！怎么样？哎呦！贝克利，这些蒙面人都是演员吗？是我们邀请的。别打他！他不是！别打他！王哥，别打他！该是你过来。哎，他是谁呀？救命啊！快找！什么？这个女侠叫孤立，也许是角色的名字，咱们跟他也玩玩。好嘞！导演，剧本里没有叫孤立的名字。谁知道怎么冒出个孤立的名字？别管他，只要戏好就行了。下来把口型剪掉就是了。好嘞。来，孤立！快点，打他！快打他！来，咱们走。都杀！快走啊你！快走啊！快走啊！躲起来！
样的事，既当不了明星，还出现了2个大嘴钻到车底下，哎呀，太棒了！分手上！打得好，来呀，来呀，来呀！起来，起来！来呀，起来呀！哎呦呦呦！起来，起来！你投降不投降？我投降。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副导演，你们多保重，下面的戏我要上马了。好的，什么？老板，好。又来了2个，还得打吗？我也闹不清楚，看看形势再说。都到我后边来。好好。哎，怎么搞的？你们是哪儿来的？蒙面人为什么不跟我们做戏？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嗨，管他呢，把这个也揍一顿。对，打好，好的。打呀！哎呦，哎呦，打呀！他们的，这个吧，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活见鬼！活见鬼！哼！停！给我停下！把我放下！哎呀！你们2个演得不错。你们2个是干什么的？怎么闯进了我的现场？你们2个人给我滚！导演，我们才是演员，他是假的。什么？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导演，这怎么办了？导演啊，反正我已经拍到了好的镜头。你们都给我滚！滚！不好，马惊了，女侠，女侠她不会骑马是吧？哎呦，快呀！快！教授，快过来！快来！快点儿！走！快！救命！火力！哎呀，可能伤得不轻，快到医院去！快上车！哎呀，别开车！有谁呀？天哪，是苏菲呀！什么？哎呦！轻点，轻点！来，出来，快出来！这样，苏菲亚，你怎么也到这儿了？是啊，蒙面人你也演了？哦，不，我是临时替身。说起来，也许你们不信，女侠这个大主角是我演的，因为我不会跳舞、骑马什么的，导演就找了那个替身。哦，原来是你呀！电视上报道过。哎，我也想去医院，能带我去吗？这个给我当替身的小男孩到底是谁呀？他是……先上车啊！快开门！好。快点，急诊室让直接送病房检查。好，来，快点。男病房在那边啊！快点啊！不啊，送女病房啊？什么？她是个姑娘姑娘。这边走。
不行！请问，你的弟弟怎么是妹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又怎么样？女扮男装打入男营嘛。什么？你们男子汉的队伍早就不纯了。为什么不纯了？他的名字叫古里巴哈尔。古里巴哈尔，古里巴哈尔。值得庆幸的是，在演员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剧本。我宣布，未来影片的女主人公就由已经体验到这个人物全部生活的古里巴哈尔扮演。男主人公和他的伙伴们，就请我们的新朋友阿布利兹和他自己的伙伴们扮演。是。我们的片名叫《男子汉舞厅的女明星》。你看导演这个什么时候给演员排戏啊？艾克利副导演，非常对不起了，你不能再当副导演了，因为在新的剧本里有一对男女重要配角，男配角只有你来扮演。女配角我请了一位叫索菲亚的姑娘扮演，请索菲亚姑娘。祝贺你，谢谢你，索菲亚姐姐。我祝贺你，把这给你。谢谢。谢什么呀？你怎么哭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我说嘛。你别走啊！你快去呀！快去呀！快去呀！古里巴哈尔。阿布利兹哥，你知道，我过去是一个保姆，我能爱你吗？我爱你，古里巴哈尔。我的小冒失鬼。嗨！来，过来。去吧。你投降不投降？